来看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，嘛是长期推杀台湾本土绑架的蔡坤林，传出昨暗过身咯，才到93岁。伊伫20岁时阵，互掠去伫倒关10档哦，一世人拢为着推动人权的拍拼，是真使人甘心。我一定爱互咱新生代的少年人爱知影。讲，迄当时的20岁囡仔，迄阵时的18岁囡仔是虽然无即阵的囡仔遮尔讲有世界观，有丰富的知识，竟是也袂晓拍电脑啊。但是因的纯情，因的热情是袂输即摆囡仔。蔡坤林是台中清水人哦，20岁时伫公所做事务员，随后政治单位按罪名掠去伫倒的新生训导处关10档。伊希望台湾社会唔通袂记这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年代。蔡坤林封关材了后，创办一本儿童杂志《王子》杂志，来推动本土的绑架创作。伊嘛得到文化部第9届金漫奖特殊贡献奖哦。蔡坤林伫昨暗过身，是食到93岁。